來看一個新的規範，真出名的觀光景點日月潭，變到休困日，人甲車都叉叉叉。為7月份開始，會開始管制食柴油的車。出廠2年以上，排煙的檢驗若是無合格，只要入去日月潭，都會互罰錢。汽車一台接一台入場，駕駛一個南投日月潭水社碼頭邊仔的停車場，停車位真歹找。管區規劃為7月起，會全面稽查管制進入潭區的柴油車，排氣無合格就開罰1000。消息傳出，民眾看法不同。當然啦，怎麼說？贊成啊！空氣品質每個人都有責任啊，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啊。對啊，就有點不方便。為了維護旅遊環境，提升空氣的品質，全國真濟風景區陸續設立空氣品質維護區，包括新竹縣內灣、嘉義、阿里山、高雄、中正湖攏實施。國內外有名的日月潭是南投縣第一個空品維護區。2024年起先後對營業用柴油車管制，今年7月是立即自用車只要出廠2年以上，無排煙檢驗合格，即進入日月潭，就會透過車牌辨識系統開罰。你一定要自己去各縣市政府的柴油車檢測站去做檢測。你只要沒有檢測過，就是一定是沒有符合規定的車輛。第一次的時候，當然就罰1000塊；多次進出還是違法，我們就會按這個比例上去乘，可能第二次就2000，然後再4000塊這樣。南投縣環保局強調，6支新買的柴油車會當憑發照日起算，3年免驗條件向各縣市柴油車檢測站申請。自主管理標章，其他柴油車會當透過各地環保局檢測站，也是大驗廠做排氣檢測，以免受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